我来自南部，我来自台南，我来自湾里。我希望我会使用一个南部人的角度来写一张歌。在台语歌内底，我会想要写一歌是真正看到、见到、该记录的物件。做雅文就是你的贵人，伊的存在对你来讲是什么意义？在歌唱上面有很多教我的东西，对于新人来说，他就是很放胆的让他去尝试。是。